主后2024年12月29日，每日圣安宫读经。你爱莫惊同情者。圣经咱做伙来听读。罗马书13章第1节到第7节。逐个人着顺服伫顶面的权柄，因为权柄拢是对上帝来，掌权者的权柄拢是上帝制定的。所以，反抗权柄是违背上帝所制定的制度，反抗的人会受审判。统治者毋是要互做好的人行刑，是要互做歹的人行刑。你敢无爱做一个免惊有权柄的人？若爱，着做好，你就会得到称赞。因为伊是上帝的册用，伊的职责是要帮助你。毋过你若做歹，着惊伊，因为伊带剑毋是无目的。伊是上帝的册用，是伸冤者，要替上帝刑罚做歹的人。所以，恁着顺服，毋是简单因为惊上帝生气，嘛是为着良心的缘故。恁纳税，嘛是为着这个理由，因为伊是服侍上帝的人，在执行伊的职务。着对众人尽恁的义务，恁欠的着还，应该纳的着纳，应该敬畏的着敬畏，应该尊敬的着尊敬。你爱莫惊同情者。2008年，美国川普政府强逼将秘密边境寻求庇护的家庭拆散。白宫官员多处引用罗马书13章，爱民众顺服政府的决策。这甲历史上英国要求北美洲殖民地人民顺服英国王室的情形极其相似类似。当初时，英国国王用重税压榨殖民地，最后引发美国独立战争。差别无大。美国匈奴时期和纳粹德国暴政下的教会，也是詹庆伯、约瑟和伊的兄弟，册中揭露台湾的党国基督徒，拢有人用今仔日这段经文来为尊心不良的政府辩护。敢讲错误的历史不足以互人反思是无？或者是咱干那会用字句主义来理解圣经的经文？对本段经文上深刻的反省，来自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当时神学家巴特提出洞见，促成一群伫纳粹统治下还保有良善的基督徒集结组织人神教会，佮发表巴门宣言，强调教会敢若会当效忠基督。对这了，真侪神学家多半认为，对这段经文的解读必须拒绝字句主义，是着考量整体脉络和对照保罗其他书信。譬如讲，神学家费尔伦查就倡议爱伦理的、负责任的阅读经文。虽然经文讲到大家人着顺服伫顶面的权柄，但是咱常时着思考，保罗是毋是指无条件顺服政府？保罗伫12章第9节已经提示良善的重要，佮伫本章讲，你敢无爱做一个免惊有权柄的人？若爱，着做好，因为掌权者的权柄拢是上帝制定的。换句话讲，咱之所以会讲掌权者的权柄拢是上帝制定的，是因为政府要知影什么是良善，佮会当赏善罚恶。若假使政府罔顾良善的，当代心理学者温斯卡安尼讲：通过考察保罗书信中关系顺服的语言，一种模式浮现出来，
只有对神的绝对顺服是合法的，对人的顺服只是伫因受上帝正确任命的时阵才是合法的。对统治者来讲，要互人民做顺民，上好就是利用恐惧达到威吓目的。这伫台湾原住民历史血泪斑斑。伫日本殖民统治下，阮的祖先捌经历雾社事件、大坑口事件、七家庄事件等等。这个战役摧毁族人对反抗暴政的希望，也烙印顺服才会当活命的记忆。今仔日，咱需要甲这个记忆对话，重新思考咱着顺服啥。若无咱的顺服，就简单是活踮伫恐惧中间，毋是真正顺服权力的源头，迄位良善的上帝。啥时阵对台湾人民来讲，无论倒一个政党执政，当即个政府无良善的时，咱拢必须顺服真正的主，爱莫惊当政者，勇敢行善做好。默想。当咱需要求顺服甲信仰的良善背道而驰的权力的时，应该着安怎回应？当咱需要求顺服甲信仰的良善背道而驰的权力的时，应该着安怎回应？咱做伙来祈祷，主啊，求你指引我伫顺服掌权者甲行善之间找到平衡。帮助我辨明正义之路，就算面对威权，也会当坚守信念。伫挑战中，使我智慧勇敢，行善做好，通荣耀你的名，奉主的名求，阿们。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